我哋係保良局余理務分紀念學校，係香港60間特殊學校之一，幫中度智障嘅學童咧提供一個特殊學校嘅課程。我哋140位同學都有唔同嘅特殊需要，咁喺咁大嘅差異底下咧，其實我哋學校咧就透過一個跨專業嘅團隊幫佢哋突破呢啲障礙，就以老師為主啦，都係有一啲專業嘅同工，例如教育心理學家、言語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同埋物理治療師，仲有護士啊、社工啊，同埋一眾嘅同事，其實都有一個共同嘅願景嘅，就係幫我哋嘅同學咧創造希望，可以拓展到佢哋嘅潛能。學校提供基礎同高中課程，同學喺學校由小一讀到中六，喺唔同嘅學習階段，我哋有語文、數學、常識、公民與社會發展，同埋獨立生活科嘅自理、感知及社會適應呢啲核心科目，提升我哋唔同方面嘅知識、技能同態度。除咗核心科目之外，我哋仲有一系列體藝科目同術科，例如設計與科技、設計與應用科技、科技與生活、電腦、體育、音樂、視藝、圖書、興趣小組同其他學習經歷等，幫我哋拓展多元視野。校亦會關顧我哋嘅個別學習需要，提供自閉症兒童輔導、個別或小組輔導同埋非華語學生中文輔導等，幫助我哋適應唔同嘅學習環境，提升我哋同人溝通同埋相處嘅能力。學校仲提供言語治療、職業治療、物理治療、健康護理、社交及職前訓練，幫助我哋喺口肌、溝通、社交、機能協調等方面建立發展基礎，全面關顧我哋嘅身心成長。學校一路堅持使命去培育同埋鼓勵我哋，成為我哋成長嘅舞台。當中亦要多謝我哋嘅父母同學校共同攜手，透過多姿多彩嘅校園生活，等我哋可以健康快樂咁成長。熱力擴張，製造希望。